爱提醒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吼，这个发生这今日的事件的所在是伫圣殿内面，吼，在圣殿里面。不只是耶路撒冷城吼，是在圣殿里面吼。而且，这个发生这件代志是伫什么时阵？吼，是已经吼，耶稣伫圣殿内面洁净了圣殿，吼，佮用介济比如咧挑战、指责，耶路撒冷遮的祭司头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吼，佮西律党人遮的人吼，在宗教政经领袖拢去互耶稣骂了了吼。安尼的话，耶稣的即摆是啥物款的情况？惊慌，有危险无？吼，所以即个时阵，就进入今日的经文，就是讲，法利赛人，吼，伊甲遮个西律党人参详，吼，联合起来，吼，要去质问耶稣，吼，要去刺耶稣。这是一个最奇怪的组合吼。我们法利赛人会甲希律党的人会当连接，这是偌怪吼？你着去想象，那亲像啥物货？民进党甲新党连接起来，安尼有奇怪无？吼，最怪的吼，就是讲耶稣这人有够人缘，吼，他一定有那个使人讨厌的恩赐吼。竟然遐尼对敌的两群的群体吼，会为着要对付伊，安那连结起来吼。我咧想即马的迄个柯文哲，介绍有一点仔像迄阵的耶稣啦吼。竟然规个所有其他的拢反对伊吼，所以我咧怀疑耶稣一定有亚斯伯格症那款吼。好。莫甲人讲我讲的吼，因来就问耶稣，吼，要问耶稣进前吼，这人厉害，真厉害。他先咬死耶稣吼，伊先安怎讲？伊讲吼，你是诚实的，而且你是诚实、诚实传上帝的道。这个诚实的希腊文吼，伊咧地啊吼，伊咧地啊都可以，伊咧地吼，意思会当翻作诚实吼。表示这个人很诚实，咱台语讲真实，你是真实的人，你真实传上帝的话，会道。不过吼，可以翻成真理，就是真实吼。诚实跟真理无共款的吼，无共款的概念吼。你是秉持真理，然后用真理在真理在传上帝的道吼。你是 faithful 吼 ，faithful， 头前会当给他翻正是 sincere 吼。你是诚实的，这两个其实都会使吼，其实也刚刚好在讲这个状况吼。先假死耶稣，你说你都一视同仁啦，你不会卖面子啦，你讲话吼，这真是个是就说是来嘞，不是那就说不是吼。其实讲到那么多，意思就是讲，简单讲，耶稣，我知你是一个吼，不会见人说人话。见鬼就讲鬼话的人吼，来，真足听，你甲阮讲看卖啊，看你的意见是安怎？就是吼，咱犹太人吼，纳税，互该撒，通也毋通，和本翻译成合意也无，吼合意也无，通也毋通，是讲咱犹太人会当纳税，纳税该撒的，就是罗马的皇帝啦。其实这一句话来纳税后该撒通也毋通，原文的意思是讲安尼，就是纳人丁税后该撒有合法无？合不合法？哈，这里这句话的两个要讨论，一个是什么？人头，罗马帝国最少哈，一般最少3种的税要收，一个就是人头税，男人到一个年纪。每年就要缴2块钱，不是2块钱呐，2个罗马银币给罗马帝国。一个罗马银币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罗马银币爱交2个。
好，这是人头税。它另外还有关税啊，加交易税吼，差不多是这款物件。好，伊讲咱是犹太人咧，咱纳税互该撒，安尼敢有合法？什么意思？合什么法？合什么法？他们在罗马帝国啊，当然是要合什么？罗马帝国的法。可是这样问不是很奇怪吗？这奇怪。好，意思就是讲，咱若纳税互罗马帝国，安尼有合咱的律法的法无啦？合不合我们犹太人的律法啦？吼，是安怎会安尼问吼？耶稣嘛知影因安尼问是最奇怪的问题吼。耶稣就讲：恁这假好的人，恁是安怎要来试我？吼，耶稣也不客气吼，恁这个假好的人，来，恁摕一个钱银，摕一个纳税钱银互我看，啊，因就摕出来。耶稣问讲：啊，这个银顶面有是啥物人的像甲伊的名号吼？是谁的像跟名号？因讲啊，这是该杀的，吼，这是该杀的。来看这个钱的形吼。迄个机构名哦 ，Denarius， 应该是这个没错了哈。主后差不多30几年的皇帝哈 ，Tiberius 哈 ，Tiberius 这个皇帝的名叫 Tiberius 哈。啊，这个钱银顶面就是有一个伊的像，哈啊背面听说是他的妻子哈，啊名号是刻成什么？刻成圣奥古斯都的囝，啊是一个大祭司。基本上，安尼的表达就是讲，他几乎就是神了啦。伊是一个神啊，吼。伊是奥古斯都的囝，伊是大祭司吼。这款的表达方法，让犹太人最感冒的吼。犹太人不爱摕这款钱啊，吼，就是表示这个有违背因的信用嘛。上帝10条诫第2条诫讲安那，唔通安那。为家己雕刻偶像吼，因为这根本就是他多迄个根本就是神明的像啦吼，甲皇帝当作是神明，安尼是唔对的。啊，你讲犹太人不爱摕罗马帝国的钱币，那怎么办？伊要用啥？其实是伫罗马帝国内面还有流行的希腊币，吼，希腊的钱币吼，那它的币值跟罗马的币值一模一样。的1块钱1个银币1个罗马银币的，就是1个希腊银币吼。所以犹太人因若要奉献，其实吼犹太人真可怜吼，他们一方面要缴人丁税、人头税给迄个罗马帝国，伊嘛爱交迄个圣殿税，给啥？给圣殿吼，犹太人要缴圣殿税。祭司这时头是这真足的吼，每一个犹太人拢爱缴圣殿税。啊，当伊若要交这个圣殿税，也是要奉献的时阵，因得甲罗马的银币换做希腊的银币，好，因为无迄粒头，没有那个人头像，好，而且他们规定只有推罗吼这个所在铸造的银币，他们才可以使用。所以吼，因得摕这个出来。这个是银币，哈，是刻这个样子，有这个名号。看下这，他多咱一开始讲这个代志的事件发生是什么所在？对不对？圣殿里面对不？啊，那伫圣殿里面，这犹太人是安怎辛苦的有这个罗马银币？这有违背他们的什么？因为袂因的信用呢，因根本无可能会带着这个有偶像的银币进入圣殿，吼，所以有两个情况，为了要陷害耶稣不择手段，对不？吼，另外一个情况更加歹的是，搞不好他们自己用得很高兴嘞，吼，就是虽然表面上不用，可是事实上自己还是用得很高兴哦。第问的问题，要互耶稣这歹回答的点，就是伫遮。伊讲，耶稣若讲会通好通纳税互该撒，
的表示耶稣是顺服该撒的官兵。好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其实现代也一样啦。一个国家政府，他对人民会当代表他管辖的权利，就是看这个人应不应该纳税给这个政府。好，所以其实罗马帝国对伊所管的所在无介侪辖制，啊，毋过一项一定最注重就是你爱纳税。你爱纳税，就代表你是服从我的官兵，吼，不是叛乱的，吼。所以当耶稣若讲，嘿，会使，咱好通纳税互撒该，啊，毋是撒该，该撒，纳税互该撒，安尼就，这人就抓着迄个画饼，就是讲，好，安尼耶稣。你是主张爱顺服罗马帝国的官兵呢？安尼你连一寡吼起来起义的分子都输呢？迄个时阵有侪犹太人吼起来抗争，讲唔通纳税，吼，咱干那是要顺服上帝的官兵，吼，咱袂使纳税互罗马帝国，吼，啊，这人拢出来拢死吼，拢去互杀死了。耶稣若无安尼回答，伊若是回答讲袂使，不可以纳税互罗马帝国。哇，这代表什么？耶稣被带头叛乱了吼，这两个回答都惨吼。啊，不过耶稣被讲啥？耶稣回答他：你着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，将上帝的米纳互上帝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今日的经文到这就结束啊。耶稣讲了，听到的人拢感觉奇怪。耶稣在讲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，啊，将上帝的米纳互上帝，是毋是意思是咧讲，咱得政教分离，啊，达人管达人的，哦，所以罗马帝国管罗马帝国，啊，上帝管上帝，啊，如果耶稣是这样回答，是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？是不是？是安怎？耶稣这个回答，这个问题会跳出这个答案。其实我以前也一直在想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咱即摆常常有人解说这政教分离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表示耶稣讲会当纳税互该撒，对不？哦，安尼就又回去刚刚那个循环呐，哦，所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吼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少年人甲我问这个问题，吼，不是问这个问题。半暝啊3点打电话我，甲我问另外一个问题，问什么问题？伊讲4号哥，我女朋友跟我说，哦，上帝和我只能选一个，你要选我这个宝贝的女朋友，还是要选上帝？哦，伊女朋友甲伊问啦，讲，啊上帝甲我吼，你要选一个，选倒一个？你要选我，还是要选上帝？我那个学生是很认真的基督徒哦，又很爱他女朋友，可惜伊的女朋友不是基督徒，啊，就逐工看伊咧礼拜啊、聚会、查经、服侍吼，做受气，拢无咧陪伊。好，毙命啊！来，讲好清楚，讲好清楚，你要选我，还是要选上帝？拣一项。你要安怎回答？切切吼，哦，这个好基督徒啊，切切吼，查某囡仔咧惊找无对无吼？啊你，伊无这个问题吼。各位兄弟，要安怎选择啦？选一个尔，你要选我，还是要选你的上帝？好，敲电话，半暝啊3点敲电话我，哦，还无想到边咧甲我硬，哦好，我讲一解真少听。明仔早起去甲你的女朋友讲一句话就好啊。讲什么话？你要讲我要伫上帝厅内面选择你，有厉害无？有厉害无啦？是安怎我会安尼回答？我整个都通了，我也知道怎么解释今日的经文啊，规个拢通啊。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，他问错，他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哈。当伊咧问讲，你要选我，还是要选上帝的时阵，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。错在哪里？哈，错在一个错字，就是伊甲人甲上帝当作是
平平的地位。就是即满有两个，一个是女朋友，这是我，啊，这是啥？上帝。你若选我，就无上帝；选上帝，就安那？无我。安尼上帝毋是甲人安那？平平尔，哈。其实敢是安尼？事实上是安那？上帝有大无啦？有大过人无？不只是大过人嘛，伊是比规个宇宙万米较大嘛。伊的范围遐尼大的时阵，当你选择即个查某囡仔的时阵，敢有代表你放弃上帝？无啊。哦，半夜可以想通，不错吧？那是在压力下面想通的。哦，哇！忽然间我就明白，我就明白今日这个经文的意思啊。这耶稣有一个提醒：上帝有远远大过该撒无？有无？所以当一个人伊顺服该撒的官兵，敢有代表伊就背叛上帝？没有啊。好，所以这才是耶稣的意思。耶稣你会使纳税给该撒，啊，毋过毋是恁的逻辑啊。你本来的逻辑是讲啦，当恁若纳税给该撒，代表你顺探罗马帝国的官兵，安尼就是你背叛上帝。耶稣讲无，不是这个逻辑，是你会当纳税给该撒，你真实顺探罗马帝国的官兵，啊，毋过并无违背你犹原顺探上帝的官兵。一个介好的讲法就是安尼，钱这个钱币有谁的像？该撒的像，所以安那，互该撒。讲兄弟，你的心上有啥的像？都忘记创世纪了。啊，我们人是按照什么？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。所以你的人，你这个人有上帝的形象伫你的心中，所以你安那归有什么人？你归谁人爱归有上帝啊？好，所以你纳税给该撒，无违背着你归生人是上帝。我都讲过，纳人头税、人丁税给该撒，这个问题，伊讲安尼有合法无？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哈。错误的地方就是甲人、甲上帝的地位安那放平平，伊甲该撒、甲上帝放平，而且是相斥的。你若顺服该撒，你就违背上帝；你若顺探上帝，你就是叛乱犯、叛乱该撒哈。这个是错误的问题哈。伫遮过兄弟，我要做一个提醒，这是咱台湾人甲犹太人无共款的所在。当咱若拄到问题的时阵，其实我们会急着要干嘛？想回答问题，对不？我们从小就这样子学的嘛。老师问你问题，你要怎么样？回答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拄到问题，你就要马上去回答问题的时阵，就表示你假设这个问题是怎么样？是对的，是好问题。不过事实上，犹太人袂安尼做。犹太人去拄到问题的时阵，伊是先检验这个问题的正当性。这是咱伫咱的教育无学到的物件，我们很少学习这个。所以，咱常常伫福音书4本福音书内面看到耶稣在回答问题的时阵，拢感觉伊是用问题在回答问题，对无？啊，是常常伊拢答非安那所问，拢奇怪啊！人安尼问，啊，耶稣是咧回答啥？明明人问讲，啊，无你甲我讲，像是我的厝边，谁是我的邻舍，对无？耶稣讲一个故事了，耶稣问啥？其实耶稣问的意思是讲，像是迄个受苦的人的厝边。本来是问讲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按过耶稣是讲，你是谁的邻舍？
因为耶稣一听就知影这个问题唔对啊。你问谁是我的邻舍是不对的，你是以什么？自我为中心，在看上是你的厝边，唔是。耶稣讲上是迄个受伤的人的厝边，耶稣要把这个问题怎么样转过来？耶稣常常不会顺着问问题的人的逻辑去回答问题，因为伊发现到迄个问题是唔对的。像今日这个问题，纳税互解释有合法无？这个问题的前设就是认为，你若讲会当纳税互解释，就表示你是背叛上帝，这就是问题的前设。耶稣不接受这个逻辑，通常你会不会接受这个逻辑？你会不？我们会呢，我们台湾的教育会呢。就像我刚刚问的说，你要选我这个宝贝，还是要选上帝？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怎么样伤脑筋了，有没有？你开始在伤脑筋，就表示你无去检验这个问题，问得好还是不好？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？其实阮过嘛做过老师吼，啊上课了，要下课啊对不？我都会问说有没有问题？爱问者对不？你有看一下学生啦，等他侧过来吼。当我问说有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有期待因会问问题呗。其实我没有什么期待，因为等一下就要什么下课，你问问题，你是要浪费谁的时间呐？你若问咧，我再个落来给你回答对不？所以最好是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大家说什么？没有哦，好，下课回家，你欢喜我也高兴，对不？咱安尼笑笑吼，不过咱所有的台湾人，从细汉到大，就是这款的教育出来呢。所以牧师如果问说有没有问题，咱基督徒嘛讲啥？没有问题。开玩笑，最容易教错的就是牧师啊。好，在咱的社会，不是一个鼓励问问题的人。常常我们有人提出问题，看到这个是社会有一些状况，提出问题，结果那个人就被怎么样？不是伊的问题互解决，是迄个人去互解决，对不？我们是不喜欢人问问题的文化，因为问问题有一寡意思是在挑战你的什么权威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好啊，你教了啊，讲有清楚无？有清楚嘛，较有可能有问题。有问题是啥个问题？是你的问题。上好莫问问题。所以我们就养成如果有问题也不会问，就就在下面就反对你。其实有问题一定要讲出来。犹太人是一个鼓励问问题的文化，不只是耶稣，咱若去看因的律比，在教册，他们的教导都是问问题。当学生来问拉比问题的时阵，拉比通常嘛是去问学生问题，他以用问问题的方法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所以这是耶稣是伫一种鼓励问问题的文化下面在教导的，所以耶稣常常是用问题来挑战问题，用问题来挑战问题的文化。人来问耶稣讲要如何能够得到永生，耶稣回答什么？经上怎么说？迄样的回答吧。我在讲的是那个少年观因为不可杀人，不可奖励后面6个。耶稣就问讲，你讲的袂歹嘛？你照安尼去做啊？我拢有做啊。你若是讲你若拢有做好来，搁一项甲你要求一个，你甲你的一切分互送向人，来，你也来安那跟对我。讲下这一切拢毋是只在第一次问问题的安那的讲出来，
吼，就是伫问题的循环内面，渐渐甲这个代志讲清楚。吼，所以基本上这款的文化是一个不相信、不迷信有标准答案的文化。各位看这伫咱台湾，我们相不相信有标准答案？哈，那没有人理我。伫咱台湾是咱相信真正有标准的答案，是不是？好，对我细汉的开始，有一个人是人类的救星，哦，是世界的伟人，啊，只有一个人是，是不是标准答案？啊，你问我的同学，绝对是写他，没有人写成别人，不会有人写耶稣啊，你知道不？哦，一定有标准答案的社会文化，所以我咧想耶稣那真正要教死咱台湾人，以前做痛苦的，耶稣讲了拢无问题。我们小心，各位兄弟，各位基督徒，咱小心，咱既然甲上帝的话看遐遐尼重，咱真正要跟对耶稣基督。耶稣安怎面对真理？耶稣安怎教示真理？咱得爱深深甲慎重放伫咱的心内。耶稣真正不迷信标准答案，到底会当伫安息日医治病人袂？你若问耶稣这个问题，耶稣会安怎回答？可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病人？耶稣安怎回答？耶稣一定问你问题嘛？为什么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到最后，耶稣的问题可能是有所依，有所不依，绝对不是通还是唔通那样。因为看下这一个警方发生一个情况发生，一定会因为无同款的人、无同款的时阵、无同款的期待，迄个答案会无同款。咱千万唔通要用一个标准答案去对死所有的人。你要用一个标准答案对死所有的人，受苦的人，大先拢是弱势者先受苦。因为如果你是资源丰富，你是强势者，什么答案对你都 OK 啦。可是那些弱势者、资源较少的人，常常会去有这款标准答案，对甲喘袂过气。搁一摆提醒，耶稣当人来去问伊问题的时阵，伊会先去检验这个问题，问得好还是无好。就是讲，简单来讲，伊会先去检验这个问题到底是对的问题，还是唔对的问题。不对的问题，各位耶稣各位各位兄弟姊妹，唔对的问题错的问题，会呈现在什么部分？第一个，它的逻辑是不对的；第二个，伊的价值观是扭曲的。像我都讲，迄价值观是歪出来，就是认为我若顺坦罗马帝国的官兵，就表示我是一个违背上帝的人。这个价值观是歪出来。你若无去甲检验，你就顺伊的价值观去甲回答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写伫我的周报，咱周报后面的一篇文章，就是写一句话讲：你若是一个错误的问题，你无通会让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以后咱若面对任何问题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检验这个问题怎么样的正当性。若照我的经验，各位兄弟，上简单的方法，你就是用你的想法，把伊的问题搁问一解。你用你的想法重新问一次他的问题。你的问题若讲出来甲伊同款，安尼就表示你可能蛮接受他的逻辑跟他的前设。你当然放心去回答这个问题。你把这个问题用你的话重新搁问一解，你去想看卖这个问题会当用什么款其他的方法来问吗？安尼会当比较安全、较好的
去 approach 较迄个入味迄个问题。真正，咱来好好来看福音书内面，耶稣咧回答问题，无一解，你介少去找着耶稣直接就讲咧，拢毋免细口仔的。吼，耶稣逐解伊回答问题，愈困难的问题，伊就愈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吼，伊要教示，伊要引带即个问问题的人进入迄个较正确、较好的思维甲逻辑。